在宜园林美园的门下，国华友爱新商圈的理事长廖大展已经2间店家食粗饱冷冻食品，甲芋圆大大做伙寒冬送暖。19号上午，伫个国华友爱街口，同齐发送臭豆腐甲芋圆的美食，希望帮助中西区甲南区的弱势民众。国华友爱商圈办这个活动是，咱主要是咱这个食粗饱，咱这个头家娘爱给咱这个芋圆大大的这个咱少年头家吼，对咱这个街区这游民还是这弱势团体吼，拢做逐年拢有做一个这个活动啦。因为疫情我有停3档啦，无已经做20几年的这个爱心的活动。阮这个商圈嘛是希望讲大家吼，以后未来吼会当招搁较侪商圈的店家做一届来做这个活动，也当帮助咱更较侪弱势的团体。新3000的这个理事长带领着我们的理监事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当然更感谢我们假臭霸臭豆腐，还有我们的芋圆大大他们也在这个时候尽到他们的一个爱心针对我们中西区这个低收，还有我们南区一些低收的好朋友，他们把他们这个非常美食好吃的东西分享给这些好朋友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过年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关心。食粗饱冷冻食品的头家长期帮助弱势，做人的理念就是家己食7分饱，留3分保留给有需要的民众。而友爱家顶的芋圆大大，为了准备今仔日200份的芋圆，一透早就开始准备，希望用烧好好的芋圆暖心嘛暖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